大家好，我係3012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嘅電影觀後感係《摘星廚神巴黎夢》，由木村拓哉、鈴木京香、澤村一樹及川光博同埋韓國嘅玉澤演主演，香港版本就刪走咗玉森裕太、寬一步、吉谷彩子、中村幸嘅5分鐘左右戲份。追星嘅 fans 就要注意一下啦。又講下結論先，喺我眼中，演員陣容冇得輸，明明年過半百都依然好有型，依然好優雅，齋睇演員都值回票價。故事重點就係教人乜嘢水準為之米芝蓮三星，50% 烹調飲食雜誌加50% 人物衝突套路。唔多喜愛烹調或者美食嘅觀眾就會損失一半樂趣啦。如果係 Grand Maison Tokyo 系列嘅 fans 就應該會大滿足。故事方面呢，就簡單到冇得再簡單。天才廚師美花下廚，有金舌頭嘅早見倫子決定遠赴法國巴黎開設新餐廳 Grand Maison Paris， 因為喺一場名流晚宴之中失誤。美花個師傅就覺得美花唔多夠料，要收翻佢租俾美花嘅餐廳，而美花就立下約定，如果下一次米芝蓮評選攞唔到3星呢，就會離開法國。咁人在異鄉，今次又拎唔拎到3星呢？以下內容涉及劇透，如果你未睇套戲，最好 bookmark 咗先，入完戲院再出返嚟聽我點講。好啦，劇透線解鎖。始終電影時長有限，唔似得電視劇咁樣可以每個角色都講一下。電影版就集中晒喺美花同倫子同埋新角色韓籍甜品師傅阿元身上。今次喺法國遇到嘅難題冇咩新意，都係圍繞住食材方面為主嘅。甜品師傅阿元為咗鑽研甜品，爭咗法國黑幫貴里數，咁佢哋一幫人在異鄉就俾法國人刁難。刁難啲乜嘢呢？就留翻俾你自己去睇啦。只可以話人物衝突欠缺張力，困難解決嘅方法有啲一筆帶過。例如點解起初美花又會開始對倫子態度唔好呢？倫子又做乜迷惘呢？阿元條貴里數點算？都係幾句說話就解決咗啦。好在導演寵完阿由子喺鋪排上節奏都算緊湊嘅，彌補翻劇情薄弱嘅問題。解決晒啲問題之後，佢哋就好快進入咗最後嘅米芝蓮3星盛宴烹調以及呢個食評環節啦。始終故事冇涉及任何烹飪比賽，最後又冇反派 boss。緊張感其實都唔係太多嘅啫，最主要都係欣賞啲美食咯，睇下啲菜單睇下啲擺盤咁樣啦，咁又真係擺到好似藝術品咁樣嘅。講到角色成長同情緒價值有冇牽動到我呢？我覺得最難理解嘅就係，我已經睇咗電視版，會覺得美花又一次打回原形，就好似玩電子遊戲人中之龍咁。明明上一集已經升滿 level 解晒鎖攞晒啲技能，但到新一集就全部等級歸零，美花又變翻嗰個只會靠自己嘅美花。喺解決阿元貴里數問題之前同之後，就好似突然撻着開關咁，忽然又變翻覺醒版嘅美花啦。佢條曲線唔係0就係1，而早見倫子咧就直頭冇曲線可言嘅。佢自身唯一問題就係 Covid 後冇咗絕對味覺，但比較慶幸嘅係所有角色嘅最終核心動機都係得一個，就係要奪得米芝蓮3星啦。大家都想成全大家嗰種熱血。美花對倫子講嗰句中意到爆嘅台詞，我會帶你去拎米芝蓮3星，已經可能係毫無懸念緊張感嘅劇情上嘅少少高潮，少少感動啦。如果一定要揾一段劇情嚟讚嘅話呢，我就會揀美花同阿元嗰幾場對手戲啦。佢哋開頭雖然唔咬完，但係都係識英雄重英雄，同埋嗰句對白，做廚緊要定係條命緊要啊？當然係兩者都緊要啦。
總算中意得嚟，又有翻少少理性。但不得不讚啊，啲烹調食物特寫確係睇到我流晒口水，份食評又寫到文學巨著咁，中意煮嘢食嘢嘅觀眾就會大飽眼福啦。貫穿全劇嘅主題則係法國係 DEI 先鋒，法國料理之所以世界第一，係因為唔會墨守成規，會不斷吸收新知識、新文化，然後會好似 Pokemon 同數碼暴龍咁超進化。米芝蓮三星唔單止要好食，仲要不斷推陳出新，要經常換 menu，呢個就係米芝蓮三星同兩星一星嘅分別啦。演員方面就一如既往正常發揮啦，只係礙於劇情本身冇咩張力，冇邊一位演員特別突出。但木村所飾演嘅傲嬌型天才廚師依然入型入格，韓國演員玉澤演都甚具顏值，睇佢兩個都算值回票價嘅。劇本上就有啲浪費咗鈴木京香啦，呢度就有少少可惜。至於拍攝化妝就非常值得嘉許，個個都回復青春，無論地方、人物同食物都拍得美輪美奐。另外仲有一樣嘢要讚，就係幾位重要演員嘅法文都講得非常流暢自然，增強咗故事嘅真實感。最後呢個故事教曉咗我啲乜呢？原來天賦同毅力都係其次，冇錢就買唔到靚食材，冇錢就請唔到 DEI 員工，做唔到 DEI 菜式啦，冇錢都唔會做到米芝蓮三星廚師，冇錢就食唔到米芝蓮三星，冇錢就只可以入戲院睇米芝蓮三星啦。所以我都係食翻兩餸飯算啦。如果你同我一樣，平時都只係食開兩餸飯，不妨留個言，俾個 like、訂閱、分享，大家一齊討論一下平時食啲乜嘢好。多謝支持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